的听众到早，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2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2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就是解说甲不知方便者，有存持十力。即马应该呢，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五经不是讲，佛性而现前，非思相受于五欲无所得，思挖念金铁液，疑名智铁，铁礼舍疑退。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啊，就是因为这个形象啊，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对佛法已经有所领悟，因此呢，就讲因修无上心，佛说有上性，不知方便者，有存持十力。对于常或者是无常的道理，这是在《涅槃经》内底所讲。也《涅槃经》内底所讲的常啦，或者是讲无常的意义，这位行昌呢，并不了解。称是六祖慧能大师的结果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在外表的文字上，甲《涅槃经》所讲的相反。但六祖慧能大师呢，有伊一套，也可以讲就是有伊的相当的理由的讲法。对于这个道理啊，这个行昌呢，经过六祖慧能大师甲伊开始了，已经了解了。就是了解讲，对于这个常或者是无常，这完全拢就是佛方便的说法。所以呢，就袂使咧啊，执着在外表的文字。也这个存持十力，就是讲，敢若像囡仔呢，春天走去佚佗，在迄个水池的所在啊，看到迄个石头，哇，甲捡起来讲，这都是真金啦。那这就是咧，譬如讲，咱无了解究竟佛法的人，只有啊执着在外表的文字。以为讲这个外表的文字呢，这就是，那这也就是造成了真正大的错误。就是这位行昌，伊已经啊有了解佛法，所以呢，才有体会这个道理出来。即嘛讲五经不是讲佛性而现前，讲我现主是呢无有时讲。这个时呢，就是运用的意思。就是讲，我现主时呢，并无有运用功夫。这个功呢，就是功行，就是功夫的意思。讲我现主时呢，虽然是无运用功夫，无运用功行啊，佛性呢，确实啊，会当好来现前。那这呢，正正就是啊。虽然是修而无修，也无修而修的意思。就是讲，这位行昌经过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忽然间已经得到了见性。忽然间得到见性呢，本来啊就
不假功用。意思就是讲，所见的佛性，这是呢本来有的物件，这个佛性显现就可以了，甲根本呢就无需要啊，搁再加少什么款的功用。在演家大师正道国文来讲，觉即了不是讲，讲只要觉呢就会当回来了，无需要啊来运用什么款的功用。所以见性不见性，乃是在你本身觉不觉的问题。弘德禅师对演家大师正道国的注解就是讲，觉悟了彻底的人，就得到迄个无功用智。这个无功用智甲迄个有为功行啊是不同。这个佛性的现前啊，就是讲自性天真佛啦，就在迄个所在啊显露出来。演家大师正道国就安尼讲执智为愿啦，往是讲根境法中虚立怪，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这拢直直说明讲，假如也是执着在外表的文字，安尼去用功修行呢，就枉费你的功夫。那必须呢离开了外表的文字，你不执一切法迄个所在，佛性呢才会当得到显现。不是讲佛性的现前。既然我现就是在这个所在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喻起来说明，咱一个人啊，将这个佛性给迷去啊，就等于啊迷失了方向。方向本身呢是无迷，乃是咱人呢自己啊伫遐伫咧迷，将北边该当作讲南边，将西边该当作讲东边。比如讲，咱本来人在中部，也要去台北，因为呢，你将这个北边该当作南边，自然呐就将这个南边该当作北边。你要去台北，应该呢对北边去，但是你将迄个方向该认对，所以这车呢就驶去南边。驶去南边，愈驶就愈离开迄个北边。这正正就是咧说明讲，因为咱众生一个迷啊，就愈远离了咱众生本具佛性。假如讲咱呢，有人来甲咱指点一下，或者是咱自己忽然间呢，就去互伊发觉到讲啊，咱拄则迄个方向认识了毋对。有当时呢，可能糊里糊涂啊，有这个问题产生。尤其是咱现在呢，有一条南北的高速道路，在交流道若较复杂的所在，你挖车挖了毋对去啦。本来你要驶北边的，可能走去南边。在你无感觉迄个时阵啊，你怎啊直直驶驶到一个句讲，奇怪啊，敢若毋对的款咯。佮看一个标志，愈看愈毋对。比如讲你从台中交流道爬起来，你要去北边。自然，你会经过迄个丰原的交流道啊，佮去就变成苗栗啊。而且毋是你即马本来要对北边去，他会走你中华交流道来啦。当然你就知讲啊，安尼毋对路去啊。你知影毋对路，迄个时阵你就回头佮再向北边佮行去。在你迷迄个时阵，将南北改颠倒去。啊，你即马一旦你有悟啦，你已经有。知影讲你方向毋对去，迄个时阵呢，你已经啊将这个方向互你认识正确，在互你方向认识正确，迄个时阵呢，那么这个正确的方向的本身呢，就伫迄个所在显现出来。并毋是讲你即马迷去，将北改当作南，将南当作北。也你即马呢悟的时阵呢，就爱自迄个方向，搁再甲走过去，搁再甲挖头，毋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本身有迷，
你本身有五，迄个南北的本身啊是无灭无五啊，所以只要你若是会当好五迄个所在，那你正确的方向自然就走出来。甲这同款意思，只要你会当觉了，你的佛性就显现。所以呢，无需要啊运用功夫来使这个佛性显现。当然，这就是对迄个已经有觉了的人所讲的话。若是咱现主是你无运用功夫，较会使的咧。咱现主是梦想烦恼一大堆啊，迷惑颠倒真深重，所以咱就必须来念佛啦，或者是讲拜佛啦，或者是讲参禅啦，将咱的烦恼给去掉，迄个所在啊，咱的佛性才当显现。所以咱毋通看到即句讲五根不施功，佛性而现前。也咱也以为讲咱不施功呢，佛性就可以现前，那你可能啊就变成执理毁事，就是讲执迄个道理啊，就把迄个思想的修行呢，给废除掉。一边讲毁事常受益啊，我又无所得。这个毁事常受益，就是讲我这个佛性的现前啊，这毋是事常受，就是讲这个佛性并毋是讲你慧能大师呢来常受互我，毋是你互我的物件，我也无所得。讲但是呢，我本身呢也是无所得。为什么是无所得呢？因为啊，这本来有的物件，那本来有的物件哪里有所得呢？所以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讲我这个佛性啊，虽然是现前啦，但是这个佛性乃是本来有的。所以呢，当然啦，毋是你互我的。那既然是我本来有的物件，也毋是我自己呢有所得。东条释慧海大师安尼讲，讲八这体啊，毕竟清净，无有一法可得。就是讲八这之体啦，究竟都是清净的，是无有一法可得。那这个我又无所得，这呢会使你做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就是讲，因为这是本来有的，毋是讲我即摆悟到了后才得到。乃是本来有的，也过去呢是无悟而已啦。那现在是有悟啦，悟只会使你讲是悟，袂使搁着讲得。不过咱真容易，因为这个迷悟呢，就产生一种的得失之心。因为迷佛性本来是无失去，却是以为讲是佛性失掉。因为悟啦，本来佛性呢是无得，也以为讲是有所得，这就是因为有这个迷悟之心，所以就产生了佛性的得失之心走出来。但呢，这完全是错误。本来有的物件，毋是讲咱现在是才有的。咱得到就是讲本来无，咱即马这个物件互咱得到，才叫做讲做得。咱即马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咱厝里本来有一个真正好的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呢，这是咱本来有的物件。毋过呢，年久月深嘛，这个宝珠可能都会说袂记，物件太济嘛，毋知几年都会说毋知。安尼等于讲，这个宝珠是无去所拍见。但这个宝珠属实无拍见，这个宝珠原来是伫咱厝内，毋知放倒一个土仔底，毋知去意啦。那忽然间有一天呢，找去互找着啦，哇！敢若就讲这个宝珠去互得着，事实上毋是，这个宝珠是本来有的，只是你即马去互发现着伊。会使你讲发现，袂使讲得。若是得，就是讲我厝本来无即个宝珠，我即马付出了真正侪金钱的代价，我买即个宝珠转来，我由即个钱摕出去，所以得到即个宝珠。无的物件，我即马得到啦，
就是讲心得的物件，才叫做讲得到。这个佛性呢，也是共款，咱众生本来有的，只是过去未，咱无发觉，即摆悟啦，互咱发现到。只是会使讲，互咱发现到，袂使讲互咱得到。这是因为本来就有的，所以袂使叫做讲得，这是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这个得就是讲爱有一个物件伫才讲个得。毋过这个佛性，这是一种真理啊。真理是一种无形无相的物件。这个无形无相的真理呢，只会使你用个自己的智慧啊来去甲伊克了。这毋是参世间的物质，会当互咱摕到，毋是用个手啊可以去捏的，也毋是用个咱的目睭可以去看出来，也毋是用咱的身躯的某一部分可以去感触到的物件。因此呢，叫做讲做无得啊，就是因为啊，本来啊就是无一物只是一个真理毋是世间之物。当伊是对于这个佛法的得，或者是讲不得，也有一种意思呢，在传心法也有来伫咧讲佛所讲的道理啊，拢是为着要来教化世间的众生。就敢若亲像捡迄款的黄树叶啊，甲伊当作讲黄金，也来指迄个囡仔伫哭，这个决定啊，毋是实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两个囡仔伫办高会啊，哇，伫咧算物件，算来算去呢，即摆物件分了无公平啦，一个都哭。比如讲树仔顶落落迄个树叶啊，有3、4个囡仔伫咧算啦，树叶只有2批而已啦。结果呢，话分了着，话分无啊，就伫咧唱，伫咧哭。在迄时阵呢，你即摆大人来，你叫伊莫哭，伊安怎莫哭？一个去唱着，一个唱无着，当然就哭咯。这毋是真简单。你只要那共款迄个树叶，你搁挽2叶，讲有啦，一人1叶，安就好啊，就袂哭了嘛。或者是讲伊这个囡仔呢，将这个树叶甲当作讲像黄金共款，遐尼只宝贝，即摆去互唱起来。你即摆过来挽1叶互伊，安尼就好起啊。这拢是咧指讲咱众生以为有种种的执着。所以佛啊，就讲了种种的法。那这个法呢，只是要对治咱众生的欲望，要对治咱众生的执着。所以呢，佛所讲的法，只是一种对治。这款对治之法呢，就亲像挽互囡仔迄个树叶共款。树叶啊，当然毋是黄金啦。所以假如若是有所得呢，就变成违背了佛法，也违背了三种的道理。在经典原来讲实无有效法高德，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实实在在呢，无一点仔囝的法可得，安尼呢，正是叫做讲有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人。这就是说明五业无所得的道理。对于这个五业无所得，咱欲事欲理呢，爱甲伊体会了，咱才会在迄个无所得中，咱是会当认真用功修行。虽然在修行中呢，会当互无所执着。一面思维念金铁也，二面智铁铁立下二腿。迄当时阵，六祖慧能大师在讲啦，讲念金铁也，讲你现子是已经铁啦。这个铁就是讲通铁，也就是讲你现子是呢对佛法啦，已经是有所通铁，安尼才叫做讲做念金铁也。义名智铁，这个义就是合义，应该意思，就是讲你应该呢爱叫做讲做智铁，因为你已经对佛法呢有所通铁，所以应该叫做讲做智铁。铁立下二腿，迄当时阵，这个形象呢就换变成叫做讲智铁咯。所以这个智铁呢，就向六祖慧能大师来甲顶礼，都来甲说下，就退，
这个退就是讲离开了六祖慧能大师的面前，就是讲就安尼呢，就转去了。当个伫遮所讲转去呢，并毋是咧指讲就转去到甲迄个北方因为迄当阵即个行枪可以讲原来是个伫迄个所在来亲近你，并毋是讲无亲近你，原来伫迄个所在呢来亲近即个六祖慧能大师。咱即马讲到即个所在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行枪就是讲对这位智铁的开始。那这个智铁伊是看过涅槃经的道理尤其是在这个所在咱爱了解，就是讲这位行枪本来是在北方受到新秀文化的人这款的所使伊是要做一个刺客，要来害六祖慧能大师。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呢，是为一个圣僧，已经是一个开悟的祖师啦。当然呢，无容易就受伊所害。不但是无受伊所害，结果呢，搁再当家度互伊来出家修行。但在迄个时阵，六祖慧能大师真正自卑惊伊讲家留在伊的身躯边来去修行安尼在伊本身讲起来，可能有危险，因此呢，叫伊离开。离开了，伊伫别类修行了后呢，才佫倒转来。倒转来了后，六祖慧能大师呢，才甲伊开始佛法。那在这个所在呢，对咱的这种的启示就是讲佛法甲世间法，有当时阵呢会造成一种冲突，造成一种矛盾。六祖慧能大师，或者是讲北方的新秀大师，拢是在迄当时阵真正了不起的高僧，所以因的心呢是念念在佛法中。不过，这个门下弟子当然就是话听到较悬，话听到较低，话较有道心，话较无道心。听到悬有道心的人，当然会当好来体会祖师的内心，也会当好跟祖师来学习，体会迄个精神来去修行。若是听到假，伊的智慧呢较无较悬的人，俗心较重的人，就真容易偏在世间的名利等等，偏在世间的名利呢，就变成对立，变成争夺，因此呢，就产生像有伫遮所讲这个行枪互人叫伊要来兴起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问题产生。所以这款的问题产生有当时阵呢，是在下面的人并不是在面顶的人。虽然是讲在下面的人，却是面顶的人也去受迄个栽用。所以伊开始的时候我就安尼讲，凡是做人的弟子的人，或者是讲做人的信徒的人，绝对毋通为着自己的思想，甲人一种的对立，甲人一种的争夺。安尼呢，虽然是讲自己的思想无这个心，无这个意思。你做徒弟的人，或者是讲做信徒的人，有这款的行动安尼呢，师父的真正清高的人格结果呢，就去互你伤害到。这是在这个所在对咱一个真正重要的启示我在这个所在佫提起来，互咱各位做参考。注意谨慎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佫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